格捡到那个捡的台语音格卡。第二个像台语的脚卡庆的卡那个音。可第三个像台语嘎物件咬东西那个嘎格这个是第三个嘎，让它用力出声音，嘎，有气音。杠，一杠，英文注音一下 ，VONE 杠，VONE 杠。就像台语的家啦，你家啦，在这里那个家。这个像台语的铁车与车，车上车那个车，这个像台语的夹物件与夹，吃东西那个夹。这个就是上面那个夹的音，然后用力出声音，夹。一样，好像一再加 YONE 一样。